新闻一开始，赶紧来关心到这风台消息，讲到这风台3度2继续在变强，而且伊的速度有拖慢。暴风圈已经挖到这恒春半岛、屏东也有台东。若气象署是预测讲，这风台中心可能是在拜三中昼对南部来登陆，到时阵可能会变作是强度风台。也因为这风台行的方向是真歹按算，若这风台无受到地形的破坏，到时阵对南部影响就变甲真大咯。 绿岛已经有10级以上强阵风，雨是一阵一阵，海边风真头影真大，市区大路也真侪所在积水。中度风台山图尔中心来到牛兰皮南方海面上，速度又搁较慢，暴风圈已经吸到陆地。气象署发布大水雨特报，提醒恒春半岛甲高雄市、屏东县的山区严防大水雨，台东更加爱防范特大水雨才会雨势。拜日开始，风台更加瓦近，华东甲恒春半岛雨搁较大，南部地区风雨是愈暗愈明显。拜三风台中心由南部登陆，南台湾风真头雨真大，北部地区风雨会逐渐明显。拜是风台北移，北部爱防大水雨。 在2号这段期间，如果早上8点，它台风位置在台湾西南近海这个地方，南部地区降雨依旧都是比较持续的。台风因为还在西南侧的位置，所以它带来南风、西南风的影响，这样的风力还有这样的降雨，会对南部地区带来比较明显的影响，请大家特别注意。气象署预测，风台登陆时可能已经是强烈的风台，结果无受到破坏，对南部地区影响是真大。天气分析师讲，山图风台只能受到2股高压势力的影响，位在岸现场，速度慢而且无确定性，上可能是离高雄到屏东中间登陆。看这气象署有记录以来，经过8次海峡，接过势头，转爆登陆高屏中间的中度风台等级以上风台，只有1977年的塞鲁马风台，也过塞鲁马当时沿西部北上对台中出海，沿途结果拢无受到破坏。一摆山图风台登陆了后，会受过压开引往东北对宜兰花莲中间出海，伫弄到中央山脉了后，可能快速减弱。台风从南部的沿岸登陆的个案其实非常的少，那它这样直接撞进来，其实没有任何屏障的话，风雨的状况应该会非常的大，尤其是在登陆点的附近。目前大概预估是在高雄、屏东这一带。温室署提醒，风台路径比前一天偏西了后，估计影响上严重的会是南部地区甲华东地区。今日拜三是全台风雨拢真明显的一天，拜是风台离开了后，转来东北季风报道，北部甲东北部天气开始明显转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